也石化供應鏈受中東戰爭衝擊，是去牽連到塑膠包材散散，這大半是已經無貨會當出。都有業者講哦，開店30外檔，第一擺無貨會當賣，也塑膠袋是起碼3成，反而成本對來增加。天門又落來，屏東一間專賣免洗倉庫塑膠袋業者，直接佇門口打廣告，因為欠貨品暫停營業。也有營業的店頭透早就有不少民眾入門來買，真濟袋食品用的塑膠袋也會價空空，因為商品攏紅賣了，也有人連找2間店攏買無。哦，你找了幾個地方了？2、3個了。2、3個地方啊，你本身是在做生意嘛？哈，啊，主要塑膠袋啊。第一屆哦，你做幾檔？第一屆多少？10幾年。業者講，中東戰火和製造塑膠袋等包材的原料供應就影響，大半已經通知出貨量減少，也造成塑膠袋類產品起價。以塑膠袋一袋100包為例，原本1200起到1560塊，起挖3成。競爭的關係，無源頭，無物件。所以咱這要叫貨嘛，叫無貨啊。叫無貨啊，這個源頭攏關店啊。業者講過去無看過這款的狀況，起價也影響麵店啊、販啊，更加驚無塑膠袋啊通啊買。漲很多哎。漲多少？一個的話應該漲到5到10塊。一包是不是？我擔心啊，袂，我認為攏感覺是講，時間無夠，因就攏斷開啊，得開始要起啊。包材行業指出，這波塑膠袋啊搶買情形已經繼續2-3日，關乎了供應狀況佫無改善，未來恐驚面臨有錢也買袂到貨的情形，只是國際情勢無法度預料。用量大的販啊，除了無奈，也只會當提醒民眾多多家己準備袋容器，減少使用數量。記者綜合報道。